孙安佐在美国涉嫌恐攻，关押260天后刑满获释遭驱逐出境，终身不得进入美国。不过孙安佐回台后，开始经营其 YouTube， 人气水涨船高，成为新一代网红。最近也顺利重返校园，就读能仁家商表演科。如今有消息传出，孙安佐可能会到日本进修，专攻营养学。孙安佐重返校园，能仁家商的老师对他更是赞誉有加，与同学的互动也不错，引起外界关注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有消息指出，迪英和孙鹏打算将儿子送出国念营养学，且孙鹏的姐姐在日本定居，方便就近照顾。再加上先前曾有报道指出，迪英夫妻在日本有置产，因此日本成了出国留学的首选之一。孙安佐曾向媒体透露，未来会继续念书，攻读营养学，朝健身方面发展。能仁家商表示，孙安佐虽然是新二代，但与师生相处上不会摆架子，且校长证实已经邀请迪英、孙鹏到校开课，目前已获得2人同意，看来夫妻俩复出演艺圈指日可待。